主任，上顎竇提升植入嘅骨粉會唔會俾身體吸收？後期會唔會甩？我要唔要話俾佢知？呢個係好多患者都會擔心嘅問題。其實唔使過度焦慮，上顎竇提升用嘅骨粉唔會俾身體完全吸收，佢嘅作用係引導自身骨細胞生長，最終同自體牙槽骨慢慢融合，形成新嘅結實嘅骨結構，為種植體提供穩定支撐。而家臨床用嘅骨粉生物相容性都好靚，同人體骨骼成分接近，基本上唔會排斥。通常3到6個月就能完成骨結合，形成穩定嘅骨量。只要術後做好口腔清潔，唔食煙唔感染，遵照醫生嘅指示護理，就好少出現異常吸收、種植體鬆動脫落嘅情況，穩定性係好可靠嘅。算啦，我都係話俾佢知啦。